侯良传老师即届伫南区国税局展出的作品，主要以书法诗词结合水墨山水加花鸟占大部分，甲过去的水墨较无同。每一件作品拢融入于诗词加书法，展现无同的艺术响应。开过画展，这一次算是第36次的画展了哈，跟以前的画展都有一些不大一样的地方。这一次是主要是以那个诗词、还有书法跟画、跟水墨画3个结合在一起的哈，所以大家看到的可能花卉的作品会比较多山水的话是比较少山水是比较少，主要是以花卉为主，因为花卉的话要配合诗啦，配合书法会比较好处理那个画面。本次展出侯老师的作品呢，是以古诗词或者是自传的词牌，现代诗用个体的书法结合水墨山水。花鸟画来构成画面，呈现不一样的感觉的一个体认。那这次侯老师展出的作品总共有30幅，那都有融合诗词、书法、山水、花卉或者是花鸟3种式样的表现。我们局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荣幸能够恰邀到，就是侯老师能够有这么好的作品到我们局里面来展出哈。伫南区国税局副局长陈曼煌主持下，侯良传书画小品的展览上午正式揭牌。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侪位的艺文界甲教育界的老师、校长出席，以及前中华日报的社长庄松旺嘛应邀来致辞。展览期间，对今日起到9月25，欢迎介意艺术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